你 cap 嗰張圖解像度好低喎，睇起嚟咁朦。你觉得那张图解析度很低，看起来很模糊。你 cap 嗰張圖解像度好低喎，睇起嚟咁朦。你 cap 嗰張圖解像度好低喎，睇起嚟咁朦。呢條友講嘢冇次算數，正一 cheap 精嚟。这家伙每次说话不算数，就是个贱人。呢條友講嘢冇次算數，正一 cheap 精嚟。呢條友講嘢冇次算數，正一 cheap 精嚟。公司電腦成日輕機，要點做嘢啊？公司电脑经常死机，要怎么办公呢？公司電腦成日輕機，要點做嘢啊？公司電腦成日輕機，要點做嘢啊？你 keep 住做運動，身體就會好㗎喇。你保持做运动，身体自然会好。你 keep 住做運動，身體就會好㗎喇。你 keep 住做運動，身體就會好㗎喇。下個月去旅行，你 book 咗機票酒店未啊？下个月去旅游，你订机票饭店了嗎？下個月去旅行，你 book 咗機票酒店未啊？下個月去旅行，你 book 咗機票酒店未啊？而家呢個鐘數，好難揾到位泊車嘅噃。现在这时间很难找到停车位的呀。而家呢個鐘數，好難揾到位泊車嘅噃。而家呢個鐘數，好難揾到位泊車嘅噃。你講咗咁耐，我都仲係 get 唔到你想表達啲乜嘢。你说了那么久，我还是没能理解你想表达些什么。你講咗咁耐，我都仲係 get 唔到你想表達啲乜嘢。你講咗咁耐，我都仲係 get 唔到你想表達啲乜嘢。下次介紹佢俾你識啊，我覺得你哋會幾啱 key。下次介绍他给你认识，我觉得你们会相处得来。下次介紹佢俾你識啊，我覺得你哋會幾啱 key。下次介紹佢俾你識啊，我覺得你哋會幾啱 key。借本錄屎嚟抄得唔得啊？借你的筆記來參考行嗎？借本錄屎嚟抄得唔得啊？借本錄屎嚟抄得唔得啊？呢隊 band 會喺香港舉行2場 show。這樂隊會在香港舉行2場表演。呢隊 band 會喺香港舉行2場 show。呢隊 band 會喺香港舉行2場 show。你有冇 feel 到佢今日心情唔係幾好咁啊？你有沒有感覺到他今天的心情不太好？你有冇 feel 到佢今日心情唔係幾好咁啊？你有冇 feel 到佢今日心情唔係幾好咁啊？ Professor 話我犀利，連咁難計嘅數都計到。教授說我厲害，連那麼難的公式都能解決。Professor 話我犀利，連咁難計嘅數都計到。Professor 話我犀利，連咁難計嘅數都計到。食咗幾日泡飛，搞到身形爆肥啊！去了好幾天的吃到飽，身形都突然爆肥了。食咗幾日泡飛，搞到身形爆肥啊！食咗幾日泡飛，搞到身形爆肥啊！你啲肌肉咁大嚿，肯定係成日去做尖啦。你的肌肉那麼大塊，肯定是常去健身。你啲肌肉咁大嚿，肯定係成日去做尖啦。你啲肌肉咁大嚿，肯定係成日去做尖啦。我每個月都會去做2次 facial。我每個月都會去2次臉部保養。
我每個月都會去做2次 facial。我每個月都會去做2次 facial。我部手機啲電用到好似倒水咁，一日要叉好幾輪電。我手機的電池像倒水一樣，一天要充好幾次電。我部手機啲電用到好似倒水咁，一日要叉好幾輪電。我部手機啲電用到好似倒水咁，一日要叉好幾輪電。我公司好易認㗎，10樓一出 lift 就係我哋嘅接待處。我的公司超好認，10樓出電梯口就是我家的接待處。我公司好易認㗎，10樓一出 lift 就係我哋嘅接待處。我公司好易認㗎，10樓一出 lift 就係我哋嘅接待處。長期戴 con 好大機會會對眼造成損害。長期戴隱形眼鏡很大機會對眼睛造成傷害。長期戴 con 好大機會會對眼造成損害。長期戴 con 好大機會會對眼造成損害。我哋隊波實力唔夠，同佢哋冇得揮。我們球隊實力不夠，跟他們沒得比。我哋隊波實力唔夠，同佢哋冇得揮。我哋隊波實力唔夠，同佢哋冇得揮。你有冇去月尾個聖誕 party 啊？你有去月尾那個聖誕派對嗎？你有冇去月尾個聖誕 party 啊？你有冇去月尾個聖誕 party 啊？我識咗佢10幾年啦，我哋係生意上嘅好 partner 嚟。我認識他有10多年了，我們是生意上的好搭檔。我識咗佢10幾年啦，我哋係生意上嘅好 partner 嚟。我識咗佢10幾年啦，我哋係生意上嘅好 partner 嚟。你部 notebook 個 mon 好大啊，一定唔平啦。你筆電的螢幕超大個啊，一定不便宜。你部 notebook 個 mon 好大啊，一定唔平啦。你部 notebook 個 mon 好大啊，一定唔平啦。呢一區好有特色，新舊建築物交集喺一齊。這一區很有特色，新舊建築物交集在一起。呢一區好有特色，新舊建築物交集喺一齊。呢一區好有特色，新舊建築物交集喺一齊。話晒佢仲係個細路，唔好逼佢啦。畢竟他還是個小孩，別強迫他吧。話晒佢仲係個細路，唔好逼佢啦。話晒佢仲係個細路，唔好逼佢啦。中咗6合彩嘅話，我就可以嘆世界唔使做啦。中了彩券的話，我就可以享清福，不用工作了。中咗6合彩嘅話，我就可以嘆世界唔使做啦。中咗6合彩嘅話，我就可以嘆世界唔使做啦。大家斯文人，唔好喐手喐腳。大家都是斯文人，別動手動腳。大家斯文人，唔好喐手喐腳。大家斯文人，唔好喐手喐腳。咁多魚聚集喺同一個地方係好唔尋常。那麼多魚群聚集同一個地方似乎不大正常。咁多魚聚集喺同一個地方係好唔尋常。咁多魚聚集喺同一個地方係好唔尋常。佢睇中嗰隻手錶太貴啦，唯有退而求其次，買第二款。他看上的那款手錶太貴了，唯有退而求其次買另一款。佢睇中嗰隻手錶太貴啦，唯有退而求其次，買第二款。佢睇中嗰隻手錶太貴啦，唯有退而求其次，買第二款。呢架車係自動波㗎，好易上手。
這台車是自動排檔的，很容易操作。呢架車係自動波㗎，好易上手。呢架車係自動波㗎，好易上手。我喺中學上家政堂之前，就連煮公仔麵都唔識啊！我在中學還沒上家政課之前，就連煮泡麵都不會。我喺中學上家政堂之前，就連煮公仔麵都唔識啊！我喺中學上家政堂之前，就連煮公仔麵都唔識啊！個衰仔變賣咗阿爺留低嘅祖屋嚟還債。那臭小子變賣了爺爺生前留下的老祖屋。個衰仔變賣咗阿爺留低嘅祖屋嚟還債。個衰仔變賣咗阿爺留低嘅祖屋嚟還債。佢等到唔耐煩，粒聲唔出咁走咗啦。他等得不耐煩，一聲不吭地走了。佢等到唔耐煩，粒聲唔出咁走咗啦。佢等到唔耐煩，粒聲唔出咁走咗啦。舊時講劏死牛，即係打劫咁解。以前說宰死牛，意思是搶劫。舊時講劏死牛，即係打劫咁解。舊時講劏死牛，即係打劫咁解。樣樣嘢我都可以幫你，唯獨是做衰嘢係例外。任何事情我都能幫你，唯有做壞事例外。樣樣嘢我都可以幫你，唯獨是做衰嘢係例外。樣樣嘢我都可以幫你，唯獨是做衰嘢係例外。人長大咗，當年最親密嘅朋友，今日已經冇再聯繫。人長大後，當年最要好的朋友，此時已經沒再聯絡。人長大咗，當年最親密嘅朋友，今日已經冇再聯繫。人長大咗，當年最親密嘅朋友，今日已經冇再聯繫。呢度啲嘢食好抵，嚿牛扒啖啖肉啊！這裡的食物很划算，牛排咬下去都只是肉。呢度啲嘢食好抵，嚿牛扒啖啖肉啊！呢度啲嘢食好抵，嚿牛扒啖啖肉啊！呢個行頭好窄，行內人都互相識得嘅。這個行業很窄，內行人都互相認識。呢個行頭好窄，行內人都互相識得嘅。呢個行頭好窄，行內人都互相識得嘅。我每朝早餐都會食麥皮同烚蛋。我每天早餐都吃麥片和水煮蛋。我每朝早餐都會食麥皮同烚蛋。我每朝早餐都會食麥皮同烚蛋。我哋三個由細玩到大，佢嘅為人係點，大家心照啦。我們三個從小玩到大，他為人是怎樣，你我心照不宣。我哋三個由細玩到大，佢嘅為人係點，大家心照啦。我哋三個由細玩到大，佢嘅為人係點，大家心照啦。話就話係秘書，其實即係打雜，樣樣嘢都要做。好聽叫秘書，其實就是打雜，瑣碎雜物都要做。話就話係秘書，其實即係打雜，樣樣嘢都要做。話就話係秘書，其實即係打雜，樣樣嘢都要做。頭先食嘢冇啖口水肩，而家啲衫都污糟晒啦。剛剛吃東西沒有掛圍兜，現在衣服都弄髒了。頭先食嘢冇啖口水肩，而家啲衫都污糟晒啦。頭先食嘢冇啖口水肩，而家啲衫都污糟晒啦。你想象下20年後嘅自己會係點樣？你想象一下20年後的自己會變成怎樣？
你想象下20年後嘅自己會係點樣？你想象下20年後嘅自己會係點樣？我同女仔第一次出街，唔識講嘢，冇話題，好尷尬。我和女生第一次約會，不會說話，沒話題，超尷尬。我同女仔第一次出街，唔識講嘢，冇話題，好尷尬。我同女仔第一次出街，唔識講嘢，冇話題，好尷尬。我咁窮，仲成日叫我一齊行街，你真係損友嚟。我那麼窮，還常叫我一起逛街，你真是損友。我咁窮，仲成日叫我一齊行街，你真係損友嚟。我咁窮，仲成日叫我一齊行街，你真係損友嚟。我唔鍾意上鏡，你唔好影我啦。我不喜歡上鏡頭，你別拍我啦。我唔鍾意上鏡，你唔好影我啦。我唔鍾意上鏡，你唔好影我啦。見工嗰時衣着要端莊，俾人一個好印象。面試的時候穿着要端莊，給人一個好印象。見工嗰時衣着要端莊，俾人一個好印象。見工嗰時衣着要端莊，俾人一個好印象。頭先遇到個癲佬，俾佢兜口兜面咁鬧我。剛才遇到瘋子，被他當面的咒罵。頭先遇到個癲佬，俾佢兜口兜面咁鬧我。頭先遇到個癲佬，俾佢兜口兜面咁鬧我。你嫁咗俾我，以後唔使出去做嘢啦。你嫁給我後，從此不用再工作了。你嫁咗俾我，以後唔使出去做嘢啦。你嫁咗俾我，以後唔使出去做嘢啦。喺細路面前唔好講咁多粗口啦，因住佢哋有樣學樣啊。在小孩面前盡量不要說髒話，小心他們有樣學樣。喺細路面前唔好講咁多粗口啦，因住佢哋有樣學樣啊。喺細路面前唔好講咁多粗口啦，因住佢哋有樣學樣啊。啲地震預言咁準，真係好令人毛骨悚然。那些地震預言都那麼準，真令人毛骨悚然。啲地震預言咁準，真係好令人毛骨悚然。啲地震預言咁準，真係好令人毛骨悚然。凍滾水即係煲滾咗再攤翻凍嘅水。白開水意思是煮滾後再放涼的水。凍滾水即係煲滾咗再攤翻凍嘅水。凍滾水即係煲滾咗再攤翻凍嘅水。瓜子面顧名思義就係一個人嘅面型好似瓜子咁樣。瓜子臉顧名思義就是形容人臉像個瓜子一樣。瓜子面顧名思義就係一個人嘅面型好似瓜子咁樣。瓜子面顧名思義就係一個人嘅面型好似瓜子咁樣。呢啲冒牌貨做工粗糙，一睇就知係假嘢啦。這些冒牌貨造工粗糙，一眼就看出是假東西。呢啲冒牌貨做工粗糙，一睇就知係假嘢啦。呢啲冒牌貨做工粗糙，一睇就知係假嘢啦。佢喺外國浸咗咁耐鹹水，啲英文實好叻啫。他在外國留學了那麼久，英文能力一定很厲害。佢喺外國浸咗咁耐鹹水，啲英文實好叻啫。佢喺外國浸咗咁耐鹹水，啲英文實好叻啫。今晚我哋大排筵席，慶祝阿爺80大壽。今晚我們大張筵席慶祝爺80大壽。今晚我哋大排筵席，慶祝阿爺80大壽。今晚我哋大排筵席，
慶祝阿爺80大壽。佢真係好腳骨力啊，可以行咁遠。他腿力真好啊，可以走那麼遠。佢真係好腳骨力啊，可以行咁遠。佢真係好腳骨力啊，可以行咁遠。嗰位高僧講嘢咁高深，我哋呢啲凡人唔會明㗎啦。那位高僧說話那麼玄，我們凡夫俗子是不會明白的。嗰位高僧講嘢咁高深，我哋呢啲凡人唔會明㗎啦。嗰位高僧講嘢咁高深，我哋呢啲凡人唔會明㗎啦。我應該冇咁重嘅，一定係個磅唔準。我應該沒那麼重，肯定是那磅稱不準。我應該冇咁重嘅，一定係個磅唔準。我應該冇咁重嘅，一定係個磅唔準。問得咁私人，而家係做問卷定查家宅啊？問得那麼隱私，現在是做問卷還是身家調查？問得咁私人，而家係做問卷定查家宅啊？問得咁私人，而家係做問卷定查家宅啊？搞錯啊！有好嘢梗係要同我哋分享啦。過分！有好東西當然要和我們分享啊。搞錯啊！有好嘢梗係要同我哋分享啦。搞錯啊！有好嘢梗係要同我哋分享啦。我本來諗住去泰國旅行，細估唔到緬甸居然會地震而影響到。我本來打算去泰國旅遊，殊不知緬甸竟然會地震而影響到了。我本來諗住去泰國旅行，細估唔到緬甸居然會地震而影響到。我本來諗住去泰國旅行，細估唔到緬甸居然會地震而影響到。為咗錢，我真係乜都夠膽死。為了錢，我什麼事都敢做。為咗錢，我真係乜都夠膽死。為咗錢，我真係乜都夠膽死。日日食快餐，你仲未厭咩？每天都吃快餐，你還沒膩嗎？日日食快餐，你仲未厭咩？日日食快餐，你仲未厭咩？呢一帶入黑之後，唔係幾安全。這附近天黑之後不大安全。呢一帶入黑之後，唔係幾安全。呢一帶入黑之後，唔係幾安全。做運動要持之以恆先見效㗎。做運動需要持之以恆才能見效。做運動要持之以恆先見效㗎。做運動要持之以恆先見效㗎。佢後台好硬，聽講連老細都要記佢3分。他背後勢力很強，聽說連老闆都對他有所顧忌。佢後台好硬，聽講連老細都要記佢3分。佢後台好硬，聽講連老細都要記佢3分。幫你都唔係唔得，不過前提係要有酬勞。幫你也行，不過前提是要有酬勞。幫你都唔係唔得，不過前提係要有酬勞。幫你都唔係唔得，不過前提係要有酬勞。我成日幫襯呢間麵包鋪㗎，佢哋嘅蛋撻好好食。我常光顧這間麵包店，他家的蛋撻超好吃的。我成日幫襯呢間麵包鋪㗎，佢哋嘅蛋撻好好食。我成日幫襯呢間麵包鋪㗎，佢哋嘅蛋撻好好食。呢座樓起到3尖8角咁，唔方好住啦。這座大樓蓋得奇形怪狀，肯定不好住。呢座樓起到3尖8角咁，唔方好住啦。
呢座樓起到三尖八角咁，唔方好住啦。呢度好焗，我就嚟缺氧啦。这里很闷热，我快要缺氧了。呢度好焗，我就嚟缺氧啦。呢度好焗，我就嚟缺氧啦。你淨係食菜同飯，又唔食啲蛋啊、肉啊、豆類嗰啲，唔夠蛋白質噃。你只吃青菜白飯，又不吃蛋熱豆之類的，會不夠蛋白質。你淨係食菜同飯，又唔食啲蛋啊、肉啊、豆類嗰啲，唔夠蛋白質噃。你淨係食菜同飯，又唔食啲蛋啊、肉啊、豆類嗰啲，唔夠蛋白質噃。我想食少啲碳水化合物，所以唔食白飯啦。我想少吃碳水化合物，所以就不吃白飯了。我想食少啲碳水化合物，所以唔食白飯啦。我想食少啲碳水化合物，所以唔食白飯啦。有朋友嚟香港，唯一點名要食就係雲吞麵。有朋友去香港，唯一要點名吃的就是雲吞麵。有朋友嚟香港，唯一點名要食就係雲吞麵。有朋友嚟香港，唯一點名要食就係雲吞麵。阿媽話芫茜豆腐湯可以下火喎。老媽說香菜豆腐湯可以降火呢。阿媽話芫茜豆腐湯可以下火喎。阿媽話芫茜豆腐湯可以下火喎。唔啦，我夜晚飲有咖啡因嘅嘢會瞓唔着。不熱，我晚上喝有咖啡因的會睡不着。唔啦，我夜晚飲有咖啡因嘅嘢會瞓唔着。唔啦，我夜晚飲有咖啡因嘅嘢會瞓唔着。唔好成日電視汁撈飯，對身體唔好㗎。別成天邊看電視邊吃飯，對身體不健康。唔好成日電視汁撈飯，對身體唔好㗎。唔好成日電視汁撈飯，對身體唔好㗎。醫生話飲多啲水先唔會生腎石。醫生說多喝水才不容易腎結石。醫生話飲多啲水先唔會生腎石。醫生話飲多啲水先唔會生腎石。佢近排有啲唔妥，我懷疑佢係抑鬱翻發。他最近有些不對勁，我懷疑他是憂鬱症復發。佢近排有啲唔妥，我懷疑佢係抑鬱翻發。佢近排有啲唔妥，我懷疑佢係抑鬱翻發。我阿爺阿嫲冇腦退化，仲好精靈。我的爺爺奶奶沒有失智症，還很靈活。我阿爺阿嫲冇腦退化，仲好精靈。我阿爺阿嫲冇腦退化，仲好精靈。柏金遜症目前仲係不治之症。帕金森氏症目前還是不治之症。柏金遜症目前仲係不治之症。柏金遜症目前仲係不治之症。佢成日癲癇發作，斷唔到尾。他常癲癇發作，醫治不好。佢成日癲癇發作，斷唔到尾。佢成日癲癇發作，斷唔到尾。佢食完海鮮之後過敏，而家扯晒蝦。他吃了海鮮之後過敏，現在哮喘發作了。佢食完海鮮之後過敏，而家扯晒蝦。佢食完海鮮之後過敏，而家扯晒蝦。陳伯老來得子，算係有個慰藉。陳伯伯老年得子，算是有個慰藉。陳伯老來得子，算係有個慰藉。陳伯老來得子，算係有個慰藉。
我個病已經完全好返晒啦。我的病已經完全痊癒了。我個病已經完全好返晒啦。我個病已經完全好返晒啦。你咁惡鬧個阿婆，我真係睇唔過眼。你那麼兇的罵那婆婆，我真的看不過眼。你咁惡鬧個阿婆，我真係睇唔過眼。你咁惡鬧個阿婆，我真係睇唔過眼。佢把又長又黑嘅頭髮好飄逸，好似賣廣告。他那又長又烏黑的頭髮很飄逸，很像賣廣告。佢把又長又黑嘅頭髮好飄逸，好似賣廣告。佢把又長又黑嘅頭髮好飄逸，好似賣廣告。去邊度食飯都冇所謂啦，快啲有得食就得啦。去哪吃飯都無所謂，只要快上菜就行了。去邊度食飯都冇所謂啦，快啲有得食就得啦。去邊度食飯都冇所謂啦，快啲有得食就得啦。佢講嘢句句有骨，好似個個都得罪咗佢咁。他說每句話都有刺，總覺得每個人都得罪了他。佢講嘢句句有骨，好似個個都得罪咗佢咁。佢講嘢句句有骨，好似個個都得罪咗佢咁。幻覺嚟嘅啫，嚇我唔到嘅。只是幻覺罷了，嚇不到我的。幻覺嚟嘅啫，嚇我唔到嘅。幻覺嚟嘅啫，嚇我唔到嘅。你腸胃唔好，要定時定候食嘢啊。你腸胃不好，要依時進食啊。你腸胃唔好，要定時定候食嘢啊。你腸胃唔好，要定時定候食嘢啊。想唔想面今晚同我食餐飯？少點經文與我吃頓飯嗎？想唔想面今晚同我食餐飯？想唔想面今晚同我食餐飯？佢好囂咁話，就算跛手跛腳都贏到對手。他囂張跋扈地說，就算跛了手腳都能贏對手。佢好囂咁話，就算跛手跛腳都贏到對手。佢好囂咁話，就算跛手跛腳都贏到對手。豬肉唔可以生食，入面有好多寄生蟲。豬肉不能生吃，裡面有很多寄生蟲。豬肉唔可以生食，入面有好多寄生蟲。豬肉唔可以生食，入面有好多寄生蟲。出完街返屋企一定要洗手，洗走啲細菌。從外頭回到家一定要洗手，洗去細菌。出完街返屋企一定要洗手，洗走啲細菌。出完街返屋企一定要洗手，洗走啲細菌。呢件嘢年代久遠，已經冇人記得佢喺邊度嚟。這件東西年代久遠，已經沒人曉得它是從何來。呢件嘢年代久遠，已經冇人記得佢喺邊度嚟。呢件嘢年代久遠，已經冇人記得佢喺邊度嚟。舊年運氣好差，希望今年轉運啦。去年運氣很差，希望今年會轉運。舊年運氣好差，希望今年轉運啦。舊年運氣好差，希望今年轉運啦。短短1年之間，我已經去咗4個國家旅行啦。短短的1年，我已經去過4個國家旅遊了。短短1年之間，我已經去咗4個國家旅行啦。短短1年之間，我已經去咗4個國家旅行啦。生日快樂！呢個蛋糕係我親手整㗎。生日快樂！這個蛋糕是我親手做的。
生日快樂，呢個蛋糕係我親手整㗎。生日快樂，呢個蛋糕係我親手整㗎。我終於搣甩咗每日飲一罐汽水嘅壞習慣。我終於戒掉每天喝一罐汽水的壞習慣了。我終於搣甩咗每日飲一罐汽水嘅壞習慣。我終於搣甩咗每日飲一罐汽水嘅壞習慣。喺外國，一個家庭有2-3架車都好平常啫。在外國，一個家庭有2-3台車算是很平常。喺外國，一個家庭有2-3架車都好平常啫。喺外國，一個家庭有2-3架車都好平常啫。今晚去飲，梗係要着老西啦。今晚去宴會，當然要穿西裝啊。今晚去飲，梗係要着老西啦。今晚去飲，梗係要着老西啦。我唔係肥啊，骨架大之嘛。我不是胖啊，只是骨架大。我唔係肥啊，骨架大之嘛。我唔係肥啊，骨架大之嘛。香港首次發現有白堊紀時期嘅恐龍化石。香港第一次發現白堊紀時期的恐龍化石。香港首次發現有白堊紀時期嘅恐龍化石。香港首次發現有白堊紀時期嘅恐龍化石。連我有食物敏感都唔知，你真係冇心裝載。連我對食物敏感都不懂，你對我都漠不關心。連我有食物敏感都唔知，你真係冇心裝載。連我有食物敏感都唔知，你真係冇心裝載。佢鋪牛脾氣極之令人討厭。他的壞脾氣相當讓人討厭。佢鋪牛脾氣極之令人討厭。佢鋪牛脾氣極之令人討厭。搵啲藥油搽落雲聲度，睇下會唔會好啲。找些藥油塗在太陽穴上，看看會比較好嗎？搵啲藥油搽落雲聲度，睇下會唔會好啲。搵啲藥油搽落雲聲度，睇下會唔會好啲。我份人夠大量，唔同你哋計較。我寬宏大量，不跟你們計較。我份人夠大量，唔同你哋計較。我份人夠大量，唔同你哋計較。呢棟舊樓冇裝閉路電視，但係有看更巡邏。這棟舊樓沒有安裝監控器，但有管理員巡邏。呢棟舊樓冇裝閉路電視，但係有看更巡邏。呢棟舊樓冇裝閉路電視，但係有看更巡邏。條友仔又匿埋喺廁所煲煙啊！那家伙又躲在廁所抽煙了。條友仔又匿埋喺廁所煲煙啊！條友仔又匿埋喺廁所煲煙啊！新年嘅花市啱啱開始咗，又係時候去趁下墟啦。新年花市剛剛開始了，又是時候去湊熱鬧了。新年嘅花市啱啱開始咗，又係時候去趁下墟啦。新年嘅花市啱啱開始咗，又係時候去趁下墟啦。有冇咁邪啊？我就唔信咯。沒那麼邪門吧？我才不相信。有冇咁邪啊？我就唔信咯。有冇咁邪啊？我就唔信咯。頭先我唔記得帶遮出街，焗住要搭雨跑返屋企。我剛才忘記帶傘出門，逼着要淋雨跑回家。頭先我唔記得帶遮出街，焗住要搭雨跑返屋企。
頭先我唔記得帶遮出街，焗住要搭雨跑返屋企。哇！呢嚿壽司咁大嚿㗎，同我手掌一樣大。哇，這塊壽司那麼大塊，跟我手掌一樣大。哇！呢嚿壽司咁大嚿㗎，同我手掌一樣大。哇！呢嚿壽司咁大嚿㗎，同我手掌一樣大。你唔鍾意食雞胸就畀我啦，食得唔好嘥啊嘛。你不喜歡吃雞胸就給我吧，能吃就別浪費。你唔鍾意食雞胸就畀我啦，食得唔好嘥啊嘛。你唔鍾意食雞胸就畀我啦，食得唔好嘥啊嘛。好彩你提醒我咋，我差啲唔記得咗添。幸好你提醒了我差點就忘記了。好彩你提醒我咋，我差啲唔記得咗添。好彩你提醒我咋，我差啲唔記得咗添。睇佢好眉好貌，估唔到佢都會學人包二奶。看他樣貌端正，真沒想到他居然會有情婦。睇佢好眉好貌，估唔到佢都會學人包二奶。睇佢好眉好貌，估唔到佢都會學人包二奶。嚿牛扒薄切切咁，攞嚟攝牙罅就差唔多。那牛排薄切切的，塞牙縫才剛剛好。嚿牛扒薄切切咁，攞嚟攝牙罅就差唔多。嚿牛扒薄切切咁，攞嚟攝牙罅就差唔多。大家應該響應環保，用少啲即棄餐具。大家應該響應環保，少用免洗餐具。大家應該響應環保，用少啲即棄餐具。大家應該響應環保，用少啲即棄餐具。而家興旅行結婚冇咁麻煩，仲可以順便度蜜月。現在流行旅遊結婚較省事，還可以順便度蜜月。而家興旅行結婚冇咁麻煩，仲可以順便度蜜月。而家興旅行結婚冇咁麻煩，仲可以順便度蜜月。交更時間，成街啲的士，一係就冚旗，一係就有客。交班時間，街上的計程車要不就暫停載客，要不就有客人。交更時間，成街啲的士，一係就冚旗，一係就有客。交更時間，成街啲的士，一係就冚旗，一係就有客。架的士聽到我去得近就拒載喎，等我打電話投訴佢先。那計程車知道我去不遠就拒載，我要打電話去投訴他。架的士聽到我去得近就拒載喎，等我打電話投訴佢先。架的士聽到我去得近就拒載喎，等我打電話投訴佢先。唔好執人口水尾，俾啲自己嘅意見。別重複別人說的話，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啊！唔好執人口水尾，俾啲自己嘅意見。唔好執人口水尾，俾啲自己嘅意見。你識唔識寫大字㗎？寫到歪歪斜斜，好肉酸啊！你會寫書法的嗎？寫得歪歪扭扭很難看。你識唔識寫大字㗎？寫到歪歪斜斜，好肉酸啊！你識唔識寫大字㗎？寫到歪歪斜斜，好肉酸啊！細個嗰陣，阿媽成日話唔聽話就會俾丫巫婆捉走。小時候，媽媽常說不聽話就會被妖怪捉去。細個嗰陣，阿媽成日話唔聽話就會俾丫巫婆捉走。細個嗰陣，阿媽成日話唔聽話就會俾丫巫婆捉走。你肯加入我哋團隊，真係求之不得。你肯加入我們的團隊，真是求之不得啊！
你肯加入我哋團隊，真係求之不得。你肯加入我哋團隊，真係求之不得。我手腳唔協調，係運動白痴嚟，有啲咩嘢比賽唔好指意我。我手腳不協調是運動白痴，有什麼比賽別來找我。我手腳唔協調，係運動白痴嚟，有啲咩嘢比賽唔好指意我。我手腳唔協調，係運動白痴嚟，有啲咩嘢比賽唔好指意我。佢本身係有錢仔，後來家道中落，所以而家去咗揸的士。他本來是富家子，後來家道中落，所以現在去了開計程車。佢本身係有錢仔，後來家道中落，所以而家去咗揸的士。佢本身係有錢仔，後來家道中落，所以而家去咗揸的士。你劈音剪到齊輯輯都幾得意喎。你的劉海剪得整整齊齊的也蠻可愛。你劈音剪到齊輯輯都幾得意喎。你劈音剪到齊輯輯都幾得意喎。佢唔肯聽我勸，我都冇計㗎。他不肯聽我勸，那我也沒辦法。佢唔肯聽我勸，我都冇計㗎。佢唔肯聽我勸，我都冇計㗎。嗰間餐廳咁噏揼，我唔敢入去食飯，驚食咗肚痛。那間餐廳那麼破舊，我才不進去吃飯，只怕吃了會肚子痛。嗰間餐廳咁噏揼，我唔敢入去食飯，驚食咗肚痛。嗰間餐廳咁噏揼，我唔敢入去食飯，驚食咗肚痛。佢人工咁低，根本冇機會儲錢，只可以一直餐搵餐食。他工資那麼少，根本存不到錢，只能賺一頓吃一頓。佢人工咁低，根本冇機會儲錢，只可以一直餐搵餐食。佢人工咁低，根本冇機會儲錢，只可以一直餐搵餐食。中肺炎事小，入隔離營事大。患肺炎小事，進隔離營大事。中肺炎事小，入隔離營事大。中肺炎事小，入隔離營事大。你呢身咁嘅裝束點去爬山啊？你這一身裝備怎麼去爬山呢？你呢身咁嘅裝束點去爬山啊？你呢身咁嘅裝束點去爬山啊？你撞聾啊？咁大聲你都聽唔到？你中聽嗎？那麼大聲都聽不到。你撞聾啊？咁大聲你都聽唔到？你撞聾啊？咁大聲你都聽唔到？唔好當自己係白老鼠亂咁食藥減肥啦！別把自己當成白老鼠，亂吃減肥藥。唔好當自己係白老鼠亂咁食藥減肥啦！唔好當自己係白老鼠亂咁食藥減肥啦！今日老細心情唔好，大家醒定啲啊！今天老闆心情不好，大家注意一點。今日老細心情唔好，大家醒定啲啊！今日老細心情唔好，大家醒定啲啊！我啲私伙嘢嚟㗎，你唔好攞咗去啊！那是我的私人東西，你別拿去啊！我啲私伙嘢嚟㗎，你唔好攞咗去啊！我啲私伙嘢嚟㗎，你唔好攞咗去啊！部相機我格過價㗎喇，呢間最平。那相機我都比較過價錢，這間最便宜。部相機我格過價㗎喇，呢間最平。部相機我格過價㗎喇，呢間最平。
我曾幾何時都係運動健將嚟㗎，不過而家都老到唔喐得咯。我曾幾何時也是個運動健將，但現在已經老得站不穩了。我曾幾何時都係運動健將嚟㗎，不過而家都老到唔喐得咯。我曾幾何時都係運動健將嚟㗎，不過而家都老到唔喐得咯。佢個名我成日都係噏到口唇邊就唔記得。他的單名我常快說到嘴邊就忘記了。佢個名我成日都係噏到口唇邊就唔記得。佢個名我成日都係噏到口唇邊就唔記得。我頭先食到飽得滯，而家個胃唔係幾舒服。我剛才吃得太飽，現在腸胃很不舒服。我頭先食到飽得滯，而家個胃唔係幾舒服。我頭先食到飽得滯，而家個胃唔係幾舒服。做得唔開心咪搵過份工咯，東家唔打打西家啫。做得不開心，那就再換過一份，工作到處都有。做得唔開心咪搵過份工咯，東家唔打打西家啫。做得唔開心咪搵過份工咯，東家唔打打西家啫。以前好多家庭都因為太窮，迫於無奈要賣咗個仔。以前的家庭大多因為太窮，被迫而賣掉小孩。以前好多家庭都因為太窮，迫於無奈要賣咗個仔。以前好多家庭都因為太窮，迫於無奈要賣咗個仔。啲人喺度食煙，搞到呢度烏煙瘴氣。那些人在這裡抽煙，把這裡搞得烏煙瘴氣。啲人喺度食煙，搞到呢度烏煙瘴氣。啲人喺度食煙，搞到呢度烏煙瘴氣。我阿媽話佢做女嗰陣時已經好多人追。我老媽說她還是女生時已經有很多追求者。我阿媽話佢做女嗰陣時已經好多人追。我阿媽話佢做女嗰陣時已經好多人追。佢哋好鍾意背住我密密針嘅喎。他們很喜歡背着我竊竊私語。佢哋好鍾意背住我密密針嘅喎。佢哋好鍾意背住我密密針嘅喎。荒山野嶺係會多蚊啲㗎喇，下次行山前記得搽蚊怕水。荒郊野嶺是會比較多蚊子，下次上山前記得塗防蚊液。荒山野嶺係會多蚊啲㗎喇，下次行山前記得搽蚊怕水。荒山野嶺係會多蚊啲㗎喇，下次行山前記得搽蚊怕水。唔小心得罪咗女朋友，成餐飯佢都一直掘住我。一個不小心得罪了女友，整頓飯他都在怒瞪我。唔小心得罪咗女朋友，成餐飯佢都一直掘住我。唔小心得罪咗女朋友，成餐飯佢都一直掘住我。做咩鼓氣泡腮啊？有乜嘢可以同我講喎？怎麼鼓起腮幫子？有事可以告訴我的啊？做咩鼓氣泡腮啊？有乜嘢可以同我講喎？做咩鼓氣泡腮啊？有乜嘢可以同我講喎？見唔到佢，我個心就囉囉攣，唔通我鍾意咗佢？見不到他，我的心就忐忑不安，難道我是喜歡上了他？見唔到佢，我個心就囉囉攣，唔通我鍾意咗佢？見唔到佢，我個心就囉囉攣，唔通我鍾意咗佢？佢呢排咁身光頸靚，係咪中咗六合彩呢？他最近衣着光鮮，是不是中了彩票？佢呢排咁身光頸靚，係咪中咗六合彩呢？佢呢排咁身光頸靚，係咪中咗六合彩呢？
你下下唔夠我講，都打橫嚟講嘅。你每次說不贏我都蠻不講理。你下下唔夠我講，都打橫嚟講嘅。你下下唔夠我講，都打橫嚟講嘅。你粗身大細就唔好走嚟走去啦，有乜嘢咪叫工人做咯。你大腹便便的就別到處走動，有什麼都吩咐傭人就行了。你粗身大細就唔好走嚟走去啦，有乜嘢咪叫工人做咯。你粗身大細就唔好走嚟走去啦，有乜嘢咪叫工人做咯。咪睇佢大癲大肺，做起嘢嚟好認真㗎。別看他大大咧咧，做起事來卻很認真。咪睇佢大癲大肺，做起嘢嚟好認真㗎。咪睇佢大癲大肺，做起嘢嚟好認真㗎。好衰唔衰？冇帶遮先嚟落雨。真倒霉，沒帶傘就下雨了。好衰唔衰？冇帶遮先嚟落雨。好衰唔衰？冇帶遮先嚟落雨。食雞髀梗係攞上手大大啖咬先爽，有乜理由用刀叉食㗎？吃雞腿當然要拿在手上大口吃才過癮，哪有人用刀叉呢？食雞髀梗係攞上手大大啖咬先爽，有乜理由用刀叉食㗎？食雞髀梗係攞上手大大啖咬先爽，有乜理由用刀叉食㗎？你成日喺度撩是鬥非，冇俾人打，算你好彩啊！你成天惹是生非，還沒被揍算是幸運了。你成日喺度撩是鬥非，冇俾人打，算你好彩啊！你成日喺度撩是鬥非，冇俾人打，算你好彩啊！你再唔出去識人，一世都唔使旨意結婚啦！你再不去認識朋友，一輩子都別指望可以結婚。你再唔出去識人，一世都唔使旨意結婚啦！你再唔出去識人，一世都唔使旨意結婚啦！佢咁知慳識儉，做老婆影真一流。他那麼勤儉節約，當老婆最好。佢咁知慳識儉，做老婆影真一流。佢咁知慳識儉，做老婆影真一流。你咁忙，仲應承咁多義務工作，咁唔係攞苦嚟辛咩？你那麼忙還答應了做義務工，豈不是自討苦吃？你咁忙，仲應承咁多義務工作，咁唔係攞苦嚟辛咩？你咁忙，仲應承咁多義務工作，咁唔係攞苦嚟辛咩？佢哋都拍咗10幾年拖啦，唔知幾時先肯拉埋天窗呢？他們交往都快10年多了，不懂幾時才肯結婚。佢哋都拍咗10幾年拖啦，唔知幾時先肯拉埋天窗呢？佢哋都拍咗10幾年拖啦，唔知幾時先肯拉埋天窗呢？做乜喺度飲悶酒啊？搵埋我啊嘛！怎麼一個人在喝酒？可以約我一起啊！做乜喺度飲悶酒啊？搵埋我啊嘛！做乜喺度飲悶酒啊？搵埋我啊嘛！咁遠水路嚟到呢度，先知道間鋪冇開門。那麼遠的路程來到，才知道這店鋪沒營業。咁遠水路嚟到呢度，先知道間鋪冇開門。咁遠水路嚟到呢度，先知道間鋪冇開門。呢款電話好食電，買唔過。這款電話很耗電，不值得買。呢款電話好食電，買唔過。呢款電話好食電，買唔過。你咪聽佢講，條友得把口㗎咋，信唔過啊！你別聽他的，那家伙只會說
不能信任。你咪聽佢講，條友得把口㗎咋，信唔過啊？你咪聽佢講，條友得把口㗎咋，信唔過啊？